平安，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回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谢谢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生道路当中，有不同的带领。无论怎么带领，无论每一个人的生命境况如何，但是我们都要明白，神他是爱我们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看顾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要用感谢的心来赞美他，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的用的。好，我们来唱这首歌，来赞美他。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是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利未记20章26节这么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
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邀请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带有罪性，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经意或是故意，我们犯了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将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在神的面前，因为他完全的了解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我们开口为自己的罪来祷告。阿父神，你从远处就知道我心中的意念。主，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无法靠自己的意念做完全的人。虽然我们有愿意的心，但是我们却常常在罪恶当中打转。阿父神，我们深深的得罪你，求你怜悯我们。你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主啊，求你用圣灵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更新我们，降下圣洁的火，烧尽我们里面一切不洁净的、不属于你的，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喜悦的，合乎你圣功使用。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罗马书第8章第37节这么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叫神的爱与我们的隔绝，所以我们不要在困难当中妄自菲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谢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最了解我们。他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困难，知道横在我们前面的高山与低谷。他要带领着我们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他只要我们相信他，要我们完全的将自己的重担就让我们的神来背。我们这时候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将我们自己摆上在神你的面前。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在前面道路中。主啊，来为了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身上的重担，你说你愿意来帮我们背。主啊，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将自己所有的都摆上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深深的爱我。主啊，你爱我们原来的本相，是最真实的我。主啊，你完全全然的接纳我。虽然我有软弱，我们常常内心冷心倒退，但是你看我们就如同珍宝，你看我们像宝贝一般。主啊，你紧紧地拥抱我，我只想安息，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主啊，我们渴慕能更多进入你的同在，享受你无限的爱和包容。我们生命最大的盼望，就是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爱里面走人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
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再次宣告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21节这么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当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他们不知道方向，他们不知道该走多远，该走多久。他们内心充满着恐惧，内心充满着茫然，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他在白天四下云柱带领他们往前走，在夜晚当中又四下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没有在黑暗当中，使他们知道只要依靠主耶和华，就会得着力量，得着帮助。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来祷告。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时代离我们非常的久远，但是神在那时候所做的带领，所做的同在，仍然在现在，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仍然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神赐下圣灵同在，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不论在顺境，不论在逆境当中，他都带领我们，他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开口来祷告。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许我们的生命道路坎坷，有许多的困难险阻，但是主，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有时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担这样子的一个重担，但是主啊，我们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们的手，替我们挪开大山还有大海。主啊，你的话语让我明白你的爱永远不变，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主，在此我要大声的宣告，主耶稣，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我要永远紧握你的双手不放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撒迦利亚4章6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有圣灵同在的圣工，才能带来教会的复兴。不是靠我们每一个人从社会当中自己的工作经验、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带来教会、带来复兴，而是圣灵的同在才能带来复兴。
求主圣灵充满在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当中，让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充满着神的能力与智慧。最后，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为着教会的牧者夏牧师、谢牧师，还有昨天封牧的曾瑞平牧师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所有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同工来祷告。愿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我们宣告富强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大家开口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为我们教会3位牧者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赐下圣灵的恩典，圣灵的火在他们身上。主啊，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就是让他满有神的恩膏与浇灌。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也愿我们所有的同工都愿神你来带领，帮助他们有满满的恩典。主，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权柄与力量。主啊，求你的爱与合一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充满在教会的信徒当中。主啊，帮助我们不要看彼此之间的分歧，我们要定睛在更重要的，就是基督的心意上面，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活出基督的爱，又深知唯有透过圣灵的能力，才能真正成就你所喜悦的圣工。主，我们恳求你赐下恩膏浇灌，带领你的儿女定睛回转向你，使更多的百姓来认识你。你是黑暗中的亮光，胜过一切的黑暗权势。主，你是世人的盼望。求你改变我们，求你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宣告，主，你的圣灵将要成就新的事，新的恩膏，新的恩典和新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封闭道路，在你们，在你路，背起我的十字架，让我走完是封闭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的事，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封的道路，在你们，在你路，背起我的十字架，让我走完是封的道路，
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于主耶稣，他必欢喜遇见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所渴慕的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们再次宣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坐在宝座上，顺回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永远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
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这是宣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恩典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在你面前称颂你，因为还到你面前来，是你的子民，也必得你的恩典。我们是有一群有福的子民，我们愿到主面前，存着敬畏的心，也存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殿里有恩典，有福气，有能力，有平安。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神的恩典丰丰富富降临在我们当中，也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主特别的祝福，圣经美好的话语的勉励。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颂上帝的话，这次有两处的经节。第一个经节是在诗篇第5篇第7、11到12，我们一起来念。至于我，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可以进入你的殿宇，我恭敬俯伏在你的圣殿中敬拜。得到你庇护的人都要欢呼，他们要不断欢呼。册上，你保护爱你的人，他们因你而喜乐。上主啊，你赐福给正直的人，你怜悯像盾牌保护他们。第二处经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8节，我们来念：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耶稣基督定的旨意。感谢主给我们很好的圣经的教导。赞美，我们请管弦乐加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是因他活着。那我们在第2段的时候，请我们会众一起来吟唱。吟诗后，我们请夏牧师讲道，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安稳喜乐何处求，请我们恭敬来领受。
一起用掌声来赞美主。谢谢我们的乐团哈，指挥还有诗琴，我们的圣歌队，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大家在连续假日当中都有美好的这个活动跟亲人的相见看到我们圣歌队还有乐团他们美好的服事，让我一个感动。记得牧师在乡下的教会成长，当时呢教会的服事呢真的是缺这个缺那个，所以以前常常有一种心态，觉得说有人要服事就很好啦这个台语说无鱼黑马后安尼哈。那后来我们才慢慢看见说，神的圣工不是这种态度，是要专业的侍奉，要精益求精的侍奉。我们从圣歌队，我们从乐团，他们努力练习排练。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也是这样子，而不是存着一股那洒劲就要传福音，要像我们幸福小组一样努力的预备，努力的演练，因为是为了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感谢主我们借由乐团还有圣歌队带领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敬拜。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美好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在连续假日当中也不受时间的影响，我们能够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享受神从天上来的赐福，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属灵的激励，特别是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倚靠主，我们仰望主，我们信靠主，我们因你的慈爱，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暗中做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圣工，祝福的圣工，保守的圣工，神迹的圣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真正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圣歌队跟乐团他们有2堂的服事所以他们第2堂服事完，他们会先休息。感谢主，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叫做安稳喜乐何处求。换句话说，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希望安稳，希望喜乐，但是这个安稳跟喜乐从哪里来？那就是一个大哉问一个大哉问。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应该你也都有这样的这个经验了我每天早上都会接到很多好朋友，特别是长辈，他会贴一张早安图。我们现在有一个名称叫做长辈图。我说很奇怪，为什么长辈才有这个呢？年轻人难道不需要吗？那长辈图几乎图片很漂亮，对不对而且那个文字也都字字斟酌了，非常的有意思。你如果有空要看我想这个是人的常态，因为希望一天早上接到的是很祝福的这个话语美好的图片。那我们可以看说，安稳喜乐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没有人想说这个跟我无关。但是重点是在于说，我知道我需要我也要求但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要借由这段经文，2段经文一起来学习这个真正在主里面得着安稳跟喜乐最确切的方法。安稳喜乐何处求？我们读了2段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先把这些经文跳过我们直接从里面的内容来做一个复习。诗篇5篇第7节，他这样讲说：人所以能够进到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楼上楼下还有包括小朋友，能进到圣殿礼拜，你有时候你会思考说，我到底为什么今天会来？是因为习惯了，是因为来这边教会的环境还蛮舒适的来这边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或是为了来见好朋友或是有时候牧师啦、长职啦、小组长在催你说，你怎么都没有看见你要来也许这些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啦。但是我们来看看诗篇的作者他怎么说。他说：人能够进入上帝圣殿中敬拜，是因为他的怜悯是他的慈爱的，他恩典给你，才有这个恩典来进入神的殿中哇，那个态度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台南又被我们所谓的那个什么米其林宣布说台南有好几十家1、20家了，什么必比登推荐的，哇，包括那个路边摊的美食，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牛肉汤哇，大家都赶快去找到底在哪里想要去尝鲜一下。这些广告的效应，很多人就去排队了，真的国华街常常像这种假日就是排队店很多呢，因为里面有你喜爱的美味，你想要去，所以不要人催你也跑过去。我跟谢牧师常常在以前很多朋友当中很有趣有人为了要吃一样东西跑到布袋有时候跑到台南的偏远的那个港口，说为了就吃那个味道这样子。人为了喜欢的美味呢，到再远都跑得去，他觉得有价值嘛，他觉得物超所值他觉得有意义嘛。那问题在于说，我们来上帝的圣殿，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诗人给我们提醒换去一个角度，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话语来讲说，是上帝爱你，你才有这个机会来耶。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以前呢，曾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比较骄傲一点长子常常催他说：“你要来做礼拜他就来到他面前说：“我今天给你面子好像觉得我来好像你要感谢我的样子。”人的心态百种没错，但是记得来到上帝的殿是因为上帝恩典。你如果存着这样的心的话，你会发觉说，哇，在上帝的殿中圣经说比1000日在敌人帐篷下1000日还更好。所以因为这样子，诗人用这样的态度，他们觉得在主里面，因为有神的爱，所以他就用恭敬的态度、心存敬畏的心来敬畏主。那这个心态就不一样。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从开始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在流眼泪了，因为圣灵触动了他，感到说我是何等的恩典，能够在这边领受神的福气。你唱每一首诗歌，每一个吐那个气息因为有神的同在，你就一直在感受到神的祝福了。没有的话，心思乱飘乱跑，还在烦恼外面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你那个心思没有跟神的爱、圣灵的爱连结在一起，你就感受不出来。那这个是到主面前敬拜的态度。然后他说，在下面的第11节，他说：“得到上帝庇护的人要欢呼歌唱，因为主而有喜乐。行事正直的人有主的怜悯，像盾牌般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喜乐安稳，从这边看到一个方向啦。因为有神保护你，所以你就会欢呼唱歌，因为主而有喜乐。很多喜乐，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得到。有人可能去郊游，或是去运动，或是去唱卡拉 OK， 什么都可以啦。但是那种喜乐是不是持久的，是恒久的？然后诗人说：“我要得的喜乐、欢呼歌唱，是因为上帝保护我，我非常的安稳。”另外一个，他说行事正直的人，换句话说，你做任何事情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人，他说主会保护你，像盾牌一样，你会被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见一个有平安跟喜乐的人，是因为他敬拜主，他追求主，他因为行事正直，得到上帝的庇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恩宠是怎么样呢？上帝慈爱，能够在他的圣殿中朝见敬拜他，因为有主的保护，我们就得到安稳。当你存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来到教会，你就真觉得说，每一个时刻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你在暗中已经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连结了。你知道你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了。你的心思意念，因为感谢神的慈爱，然后那个喜乐是从暗中给你的，你会觉得心是被保护的，心是被照顾的。所以我们对应上个礼拜，我们也一起读过相关的经文他上个礼拜的我们的信息说，上帝要求的敬拜是什么？他说：“我看顾
谦卑痛悔的人，也喜爱听从我话的人。那跟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呼应哈。我们说，你用感恩的心，你因为上帝丰富的慈爱，用感恩的心进到圣殿里面，你就可以领受这种美好，得保护、得照顾、得平安、得喜乐。那上帝说，向我们谦卑求主怜悯，我们喜爱听神的话，就是一种得着平安喜乐。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接下来看到保罗用很实际、很白话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说：“你要得喜乐，来就这样做哦。得安稳喜乐的途径是什么？”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要常常要，意思是说你要决心要常常喜乐。第二个，要常常祷告，而且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16到18节。那保罗用这样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得安稳喜乐的一个途径。我们是先想到说，其实我们人生非常短暂的，其实人生很短暂。所以你要做一个宝贵的决定，因为时间很短暂也很珍贵，所以你要一个最棒的决定，就是说我要活得快乐，或是我要唉声叹气。看起来好像这个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奇怪。谁不喜欢快乐呢？喜不喜欢安乐呢？但问题在于说，保罗是用一种命令的口气说，你要决定，你要自己决志，我要快乐。那看起来好像又是多此一举了，谁不喜欢？问题在于，重点在于神的恩典跟旨意。我记得刚好前几天因为要参加中会的一个就是我们台南市的教会的一个开会了，要跑到新化去本来有事情不能去，突然间想到说这个教会的事情挪开了，我就去参加。一看到那边，因为新化教会刚好在大马路的前面没有什么停车位，又碰到有熟人，就赶快找位置要停车。因为地方不熟悉嘛，开车就想要说要靠边一点，才让人家可以出入。没想到一看，哇，咔了一声就发现说那个车子的那个前门呢，就稍微去卡到人家他们前面有一个柱子嘛，在挡住这个外面的车子怎么样？就滑了一下，哇！突然间整个心情都荡下来。我说：“哎呀，要来开会这怎么刚碰到这个事情看一下有很多刮花的了但是要开会就赶快上去了。我就一直心情觉得很沮丧，说：糟糕，我要开会，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情？那刚好突然间我就想到说，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道吗？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就觉得说，上帝这个是你给我的操练，牧师还没讲到，先练习了。我就跟神祷告说：主我又不是在危险的当中开车跟人家会车撞到，只是滑了一下，只是麻烦一点要去给维修厂做一点处理就好了。突然间心情改变之后，我就心情就不再那么样的困难。不然我一直想，因为有些人觉得说有不必要的失误会觉得很懊悔，对不对？但是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自动他的心情就改变了。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情，不好的事情一定非常不快乐，怎么样？但是重点在哪边呢？重点是你把事情拿到神面前，神就会用他的方法，让你原来是沮丧的这个觉得很多心情难受的，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以命令的口吻，他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和合本的，我们常常在背的我们再来练一次好不好？这个绿色的字，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我们说这些已经让我们老生常谈了，讲太多次了，背太多次了。但是问题在这边他的话语里面藏着密码。什么密码呢？意思是说，
这个事情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没什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保罗说，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他说，神已经旨意要你常常喜乐，不是我们想要喜乐，是神要你喜乐。那问题在于你怎么得到？他说，这是属于基督的人，你要先确定你有没有属基督。当你属基督的时候，神给你喜乐是自然而然的事，是确定的事，因为它是旨意嘛。旨意是以前是那个皇帝才会下指令啊，下旨意啊。那神的旨意不是更大吗？好，那这3点虽然看起来老生常谈，但是里面充满了智慧啊跟恩典。第一个要常常喜乐，要常常。那问题是说，我不常常怎么办？我平常就是很忧郁啊，这个忧郁小生啊，怎么办？但是他要常常，换句话说，是神的命令。我要朝着常常喜乐的方向走，是神要你这么做。所以换句话说，喜乐不是来自环境，而是来自心境啦。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让你天天喜乐，除非说你什么事都不管，你是一个有责任的心的人，你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或是你是一个责任感很重，或是说你做事情很细心，都会有烦恼。但是说神要你立志，你要从你的心境开始。所以基督徒有责任跟选择权，就是你要立志过快乐的日子。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即使你活在一个很忧郁的环境、很困难的环境、很挑战的环境，但是你就说：主啊，我要过喜乐的人生。那这个就是一种能力的得着了。那我们都在读历史都知道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法国的皇帝，但是他竟然他在自己的话语当中说，在我的生命中找不到6天快乐的日子。他就说这个叱咤风云的一代那个枭雄或是一代的领袖，他竟然说我不快乐。但是对比美国一个出名的教育家，我们都也是很熟悉的海伦凯勒，他却常常在他的文字当中写说，我发现人生是如此的美妙。看不见又听不见，竟然说人生是如此的美妙。我们从这2个极端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人对生命的诠释，看到一个真理：你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你就看见你的成就在你身上，在于你自己。我们也常常我们最近在幸福小组，对不对？我们常会用那个利克福泽这一位没有脚的澳洲的一个布道家。他竟然在什么都缺的情况下，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快乐。所以重点是在于说，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的生活当中，困难处境、挑战、失败、失志，这个是人之平常啦，十之八九啦。问题是你怎么下决心？你怎么跟主来得连结？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说，要信靠主得喜乐。你要先有信靠，不然喜乐就得不到。信靠主得喜乐。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你们的心。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所以这个又找到了。你因为信，这些就得到了。他说平安喜乐，而且充满你们的心。感谢主，我们看见说人常常我们听到一句话说自寻烦恼。我们常常听到一句成语叫杞人忧天，对不对？很多事情因为你自然发生那一种不必要的担心。有人会担心台湾的疫情，有人在担心说中国会不会打过来，飞机今天会来几架这样子这个是人之常情啦。但是请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即使在这个不是很确定的环境，我们看到现在有极端的气候，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战争，因为极端气候，那个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是缺粮的。前几天我们台湾还在有人在讲到说，糟糕，
因为有新闻在报道说台湾在存粮，那个农粮署赶快出来澄清说，我们的稻米啊可以足够1年吃，还吃不完。换句话说，很多挑战跟忧虑是存在你面前的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忧虑是避免不了，所以我们才要靠主啊。如果你靠自己，你常常被这些外面的现象就搞乱了。所以他叫我们要第2点是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和本的，就是常常就对了。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愿意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交谈呐，祷告就是跟上帝交谈联系，目的是向上帝怎么样？有感谢，有赞美，也求宽恕，也求恩惠。感谢主，我们教会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就推动一个 RPG 的祷告。基督徒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祷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非常有这样的属灵的能力，而且我们就有群组的祷告，我们用线上的祷告，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的一个中保代祷我们的一个代祷团队我们的守望祷告都非常非常的活跃。换句话说，大家已经领受到那个祷告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常常在每一期的代祷团队，这在4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弟兄姐妹出来做见证，那个是点点滴滴如花香满径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确认，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祷告，你跟上帝疏远是因为大于祷告，疏于祷告，那就跟上帝疏远了。那这个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有人会有这种感觉说，我平安无事干嘛祷告？我天天很顺利耶，我最近钱赚了很多，为什么要祷告？其实我们都误解了祷告的意思，因为你要跟上帝谈心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件事情在筹划，一直在想要怎么做，你可能会找朋友，或是找你的长官，或是找你的闺蜜，谈一谈，慢慢理出一个头绪，对不对？但我们都不记得把你的事情跟上帝讲，你会发现说，突然间，一个亮光出来，你在里面中的一些困扰解决不了的，突然间亮光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当孩子的要跟父母亲讲话，不是为了缺钱才去找他。我们在这个连续假日，很多弟兄姐妹为了回去看长辈，他宁可塞车就用心的要去跟父母亲讲的话，让他们觉得说我很好，那我回来关心你，祝福你。其实神就是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不是有事情来找他，或者说走投无路才要找上帝，是像孩子跟父亲谈话。因为当你做一个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头绪，你很多的思想思考就会慢慢清晰起来，意向会明确起来。你解决不了的事情，神已经替你指出一个方向，那就是一个祷告的益处啊。你不是说每天无事干吧？你天天有忙，因为越忙才要跟神讲，因为神会帮你理出来，比请教一个专家还好。所以另外祷告一个需求就是求宽恕，同样跟前面讲的一样，每天晚上在神面前祷告，省察自己，不是说一直讲自己的不对啦。宽恕的意思也是在检验自己，也许我做什么事情做得不顺畅，我处理得不好，求神怜悯。在求神怜悯的时候，也在跟神祷告说，让我有更好的智慧，更好的能力去化解这一些。不完全是好像做错事啦、做坏事啦，去污蔑别人那种求赦免呢，是因为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你感到有些事情不是很顺畅，不是很完美。神啊，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要改善的？这个都是在神面前最美好的祷告。另外一个祷告就是求神的恩惠，将自己所需要的，这是我们常常做了，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所以
要常常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类似在充电一样。我们现在很多的用品呢，都需要充电。现在我们的汽车也都可以充电了。充电的意思是要跟这个能源连接在一起。我们跟神祷告就是在充电，是有信心不灰心，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祷告充电的意思还包括什么呢？就是在 update， 对不对？你现在很多3C 用品啊、电脑啊什么都要更新呢，不然的话软体都不能用。我提过说我在用手机就很省嘛，就一直想能用就继续用。现在苹果出新手机了，他就告诉你说你这个手机不能更新的，因为你的软体、你的硬体没办法接受我新的软体，那只好哇每一次要搜寻的好慢啊，逼着你要换。好，现在我们跟神祷告，就是你天天你的手机要充电，不然你就不能用啊，对不对？但是你祷告就是跟神连接，领受最新的软体，最新的运用，最新的祝福，最新的讯息，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凡事都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用一句圣经来印证，耶利米书32章的17节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神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因为天上的父亲，他是万能全能的事，全能的神。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依靠？还是自己忙半天搞错了，方向错了，软体没有更新，做不了事情。有一首诗歌，祷告的诗歌说：“多祷告就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我们是因为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做祷告。第三个是凡事谢恩的哈。凡事谢恩大家也都知道很清楚，但是请记得后面这一句话，说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那就不简单了哈，对不对？哇，你很顺畅啊，孩子考试考得很好，考上好的学校啊，我的工作很顺利，我的先生事业也做得很通顺啊，感谢神，那谁都会感谢。问题重点在于说，生活中的平安并非全是理所当然。你会为每天所拥有的健康、所做的事情向上帝祷告，学习懂得感恩。但是问题在于说，遇到困境的时候还要祷告，那就是很奇妙。我说里面藏着密码。有一位90多岁的基督徒他因为肺部不舒服，所以就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做处理。肺里面有积水，把它抽掉了，然后还要帮他装呼吸器，让他顺畅一点，而且还告诉他说：“哇，这个有氧气要花很多钱呢，要花一点钱呢。”然后等他好的时候，他一种感动，他说：“90年来我都不晓得，我必须为自己能自由呼吸感谢神。”身体不好的时候，竟然吸一口气都要花钱的，而且又很不舒服，因为医生要把它插管，鼻孔很难受。换句话说，我们能自由呼吸，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发现说，当你不能呼吸的时候，能够有一口气在，那是真的多么的重要。早期台湾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因为物质很欠缺所以有一首谢饭的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有人能吃，没有饭；有人有饭不能吃。我今有饭又能吃，感谢上帝大恩典。”这些话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是饥荒的，缺乏粮食的嘞。那问题在于说，当你用这样感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餐很好吃啊。有人能吃没有饭，饿了但是没饭吃；有人想要吃但吃不下，我有饭又能吃，那多感谢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要安稳喜乐，是因为你找对了正确的观念。
或是早退的心情。牧师以前常常有机会去韩国访问哈，韩国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基督徒，说祷告的生活，他们一天到晚都祷告，开车啦、出发啦、平安抵达一个地方啦、进入礼拜堂啦、客厅啦，甚至喝一杯水啦，无时无刻不祷告，是因为他觉得把祷告已经跟神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了。他说要凡事谢恩哈，凡事谢恩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顺境感恩啊，没有什么奇怪。那重点是说，不止在顺境要感谢，而且他说，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人得益处。那换句话说，逆境中仍然要感谢。这句话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甚至都会背的。常常我们会写一段经文送给别人哈，我们说长辈图也是都用这个话。但是我发现说这段话有一个很奇妙的密码，怎么说呢？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其实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果关系非常清楚，很简单。你骑车过马路，你绿灯大概就比较安全；你红灯闯红灯，那问题就来了，因为它就有因果关系嘛。我看到一张一个好搞笑的图卡，就是人家跳八扎将的有一个穿那个孙悟空的衣服站着刚好要过马路了，他好像就是在游行那一类的要过马路就站在一个警察旁边被人家拍下来，这上面就提了字，说孙悟空就问警察说：“警察，请问要往西天要怎么走？”往西天取经嘛哈。然后那个文字写警察说：“你红灯走过去就到了。”那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因果关系我们都很理解，特别是研究科学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的这一个经文的重点在于，神会改变因果关系，对不对？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你在炎热的气候下就会流汗，你在冷气下就会很舒服，这个都是一种很平常的道理。但是他说，你遇到任何困难的事，因为你爱上帝，那一些自然定律会被改变。神迹就是自然定律被改变嘛，对不对？基督徒领受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大的祝福，他说你爱上帝，你会得益处。换句话说，负面的因素让你变成正面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故事哈，他在提到说，英国在早期非常热衷传福音特别是到非洲，来我们台湾也都是。一个青年他现身当传道，但是没想到他在忙着出发的时候，不小心跌到月台下，哇！火车来不及停了，就碾断了他一条腿。哇！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大的震撼他要现身来传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子？但他没有影响到他传福音的决心。他到医院去，早期比较没有像现在的义肢那么的漂亮，那么好，那么顺，他就装了一只橡皮的义肢那就到非洲去了。没想到他所去的部落附近有那个食人族哇！有一次他因为传福音就被抓了，哇！食人族就是把人肉当散人吧架呢，知道？那怎么办？看到这个年轻人哇，皮肤很白皙一定很好吃，胃口一定大开了。但这个年轻人在混乱当中安静下来，神给他一个智慧，他是主动说：“来，你们要吃我来的刀子给我。”这样子，他就把那个义肢那个橡皮义肢切了一块，来，请你们吃这样子。那个黑人就发现说：“奇怪，怎么那个脚切下来就没有流血大家就抢着去咬一口，发现说：“哎呀，这个好像绝辣一样，根本没有口味，又咬不动。”所以后来就释放了他这样子。那这个年轻人他在做见证说，有时候失去了并不是完全失去，因为神在那个危急当中，因为他的意志救了他一个命。基督徒常常会在那一种两者衡量当中看见神给你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
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是定理。但是神要给爱他人得益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愿神给你这样的力量。要先爱主才会改变这个定律哦，不是这个定律因为神给你改变，是因为你爱主。我们等一下要唱这一首回应诗，感谢神。这首回应诗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写哈，它里面有一句话写的让我们觉得很大的感动。他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这一句话没问题，但是第二句怎么说？感谢神，未蒙垂听，也感谢。什么情况都愿意感谢，未蒙垂听，却因为你仍然信任，就感谢上帝。这个就是成熟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好，话讲到这边，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很理性思考的人，会觉得说，牧师你讲这我都知道了，但是这个逻辑思维不对，我怎么做得到这样子呢？很多老一辈人都了解有一本中国的小说，就是民国初年一个鲁迅的小说，叫做《阿 Q 正传》，有没有听过？《阿 Q 正传》啊，那一本书曾经轰动了全中国，甚至跟共产党革命都有关呢。那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个阿 Q 哈，他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样的为难，他就是要叫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反正就是说我被欺负了，哎呀，我就用别的办法来把它压过去，那种委屈或种羞辱这样子。其实有些人会笑基督徒说啊，你们也是这样子的，好像精神胜利法，其实不对，因为那个是阿 Q 是用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来克服它，但是基督徒是因为借由神的力量，把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所以我们常常会参加一些我们所谓的潜能开发，对不对？有一些激励人心的一些演讲，哇，有时候要花很多钱的。现在美国很流行那个新世纪运动，对不对？他们认为你有能力，你自己有觉得能力改变自己，看起来好像哇多么伟大，人可以成为神。但他说缺了一点，人的软弱，人的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克服。基督徒不是阿 Q， 基督徒不是精神胜利法，基督徒是因为有伟大的神可依靠，所以我发现这些自然定律会因为我爱神得改变，因为我愿意跟神用感恩、用祷告、用喜乐来克服这些困境。弟兄姐妹，愿我们跟上帝立约，因为骄傲的人他们不懂得感恩，但是我们跟上帝立约，就是有决心、毅力，遵行这3个原则，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做一个欢乐、欢喜过日子的基督徒。感谢主，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不是靠你，也不是靠潜能开发，也不是叫所谓的成功的理论，这些可能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但是记得，因为你爱神，神是因为在你暗中行了神迹，神在暗中为你除去一切的阻挡，所以我们说要靠主来宣告，就是这个意思。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刚刚念的那段歌词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唱2节就好哈。有同工也可以帮忙拿麦克风来唱这首古老的诗歌，叫做《感谢神是我救赎主，感谢人丰富预备》。唱这首诗歌来见证神的恩典，也请敬拜同工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一起唱。感谢神是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我与你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是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使我安宁。我们再来唱第2节。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
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使我苦与乐，在绝望里的安慰，感谢神是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弟兄姐妹，把这些歌词放在你的资料夹，或是在你的圣经当中，常常用这些话来做祷告。其实我们不要被人家笑说啊，基督徒都很固执、很笨，被骂笨才是聪明，因为你有一个大能的上帝可以依靠嘛。神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为自己能有一个安稳喜乐，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进入神的殿，因他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学习这个秘诀，我们一生就会安稳喜乐。即使风暴来，即使遇到困难，我们都得神的祝福。第二个，我们为自己在工作、生活、家庭以及亲人祷告，求神将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自己跟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处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人生的生活的场景，我们常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看来好像能快乐的事不多。但是主，你让我们得到一个秘诀，主，你会让不如意的事变成因为爱主得益处。我们确信这个，就能掌握到被神照顾、被神庇护、被神保护这样的安稳。主啊，让我们不是自己盲目去探求，而是因为我们要安稳在主面前亲自跟神说：主啊，请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照你的意思，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感谢。我们将每位弟兄姐妹交托你，在我们生活这样情境当中，因为有这样的信心，看见我们安稳喜乐，在四处都有神特别的供应。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请执事来收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为你记。爱
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请坐。我们在消息报告之前有几件节目了哈。这个屏幕是在的吗？等一下让他进来，没关系。那牧师做一个介绍哈，我们就是在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有教会有新的干事是罗秀婉姐妹，她平常都在我们当中哈，帮我们做诗情。秀婉姐妹进来了没？好，来，秀婉姐妹走前面一点来，我们给您拍手欢迎来，秀婉姐妹哈。她在平常就在主日学，还有我们的这个敬拜团服侍了哈。教会得到她的允诺，要在下个礼拜，等于是下半月开始在教会服侍，就是等于替代那个嘉龙那个干事的任务哈。那我们也认识他，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跟他联络哈。感谢主。那我们先请我们有一个理财有道哈，我看一下，这个理财有道哈，理财有道在上个礼拜就完成了这一期的一个研习，让我们好多位弟兄姐妹得到一个证书，我们的周报有写今天呢特别我们有其中的一个学员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姐妹了我们的丽蓉老师，她要来分享一下她得到学习的心得，我们拍手来欢迎她来。好，我们请丽蓉姐妹好。你要用这个吗？不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哈。我很感动哈，在等候了1年，我才有机会参加理财有道跟经营有道的课程。为什么要等1年？因为我学校的工作也很忙哈，晚上上课的时间刚好跟我们理财的礼拜4的时间有冲堂。那我等候了1年，我今天很感谢神，今天唱的诗歌，因他活着，还有感谢神这2首诗歌，在我大学的时候40几年前，大学的时候呢，是我在教会里面常常吟唱的诗歌，所以我很感谢神。今天站在各位面前，有一个课程，如果在20年前我知道有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会放下所有一切来参加。那箴言里面有提到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富那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忙碌。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不用回答。如果你现在处在你财务状况被拖累的情况当中，你有网络的成瘾囤积症，买了好多的物品囤积在家中，你根本就没有用到那你是否花了很多时间在追剧、韩剧、陆剧台剧无所不剧那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还有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对立。我希望你花一个时间，1个礼拜未来开课的时候1个礼拜拨出1个晚上的时间来参加理财有道、经营有道的课程。那我们的老师是在前排的PowerPoint 里面的第2排第2位他是在职场上有很大的这个成就，可是他的生命充满了这个宽阔的胸怀。他愿意在他70岁的年岁，当然我常跟他讲说，人生70才开始那他有宽阔的属灵的一个看见，那非常乐意的在这样的课程是没有收任何他没有收任何的钟点费来带领我们参加这样的课程，
那这本书是我当初今年3月份看的时候，我连续看了3遍，我非常感动，我好像回到起初那样跟耶稣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在课堂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跪下来。我们请下一张，这个是我们上课的每一周的主题。那理财有道有10周，下一张。经有道有8周的课程，这些课程就让我们，它不是告诉你如何去投资股票，而是让你从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不分职业身份，我们在课堂里面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我们有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外来的弟兄姐妹，他参与这样的课程。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教会有 RPG， 有中保代祷，有华语查经班，可是这些这么丰富的课程，也包括这两种课程，我觉得参加的人太少了，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空的时候，拨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参与这样的课程，你会发现你的心充满着感恩，你回到了跟上帝那种起初的爱，你装备了自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下一张。那我们上课的时候是要先跪下来祷告，上课结束后，那个道昌长老也带着我们一起祷告。那道昌长老会在我们今年的11月27号主日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有一堂这个我们富强学堂的一个课程，叫做合神心意的经营管理。欢迎各位弟兄姐妹透过课程来帮助自己更深的去筹划你这一辈子的财务管理，如何让自己透过筹划你会过得越来越丰盛。当然这个丰盛也是牧师今天所讲的，所有的丰盛，所有的大能大力，所有的丰富尊贵，其实都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能够据为己有，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主权来交给神，让神在我们一生的带领当中。那下面一张有一个主旨的定律。我的年轻的同事他为了鼓励班上同学在学测能够更加的认真，所以他 po 了这个主旨定律。我也跟各位分享，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认识神。可是那个主旨，他花了4年的时间，只长了3米米，但是他这4年的时间生根在土地里面的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我们也是一样，教会富强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是一个大家在这个单纯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彼此来成长。那这个主旨呢？这个主旨，它在4年时间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扎根在地底下。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用神的道、神的话语生根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你在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困难、困境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会在困境当中，只要你跟随他，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帮你处理你人生的难题。这本书，各位如果看了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对凄惨的夫妇，他们在人前风光，可是在人后是在财务上有非常大的困境。但是他们经历了这样的理财的过程，经历了所有的这个圣经的话语。那圣经话语有2350节是跟我们理财有关系。你平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好像很少跟它连接在一起。可是我们理财有道跟经营有道的这2本书，完全就是以圣经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基础。我们每一周的主题有6天，有一个主题，然后6天。各位学员都是报名参加之后，你要写作业。好，那1天的题目大概3题。那请各位回到当学生的时代，你重新回到你当学生的时代，用神的话语再重新来调整自己。我常跟我自己讲说，我活到老，我不认老，不服老，然后呢，学习神的道到终老。这是我在这堂课程里面呢，我很感谢神。好，
我很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从3月份到9月份，当会期指示要我出来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主，是的，时候到了，我应该把我所领受的，在神的面前，将我的感受跟各位分享。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珍惜未来开课的时候，请尽量报名，挪出你的时间来学习神的道理。那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11月27号，请各位留下你的时间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在当中看到一个在职场上那么有成就的人，他愿意付出他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一生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谢谢各位。那我最后再分享有一句话，一个家最好的风水，虽然我们基督徒不讲风水但是在我们富强教会说，一个家最好的风水就是闻到书香。这个教会要充满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每个人有馨香之气，每个人谦卑的跟随神，服侍神那我们要听到安静，就是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里面，外面所有纷纷扰扰不会影响到我们。我们的心意就是听从神的话语，让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要看到从容，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都是他的宝贵的王子公主，我们有一个尊荣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很从容。你看那些这个帝王们这些他们的从容尊荣，我们也要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的形态出来。谢谢各位，那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谢谢。谢谢。立荣老师这一次上的是经营有道，换句话说，第一集是初阶的叫做理财有道第二阶段是经营有道。我们教会已经这个经营有道已经进到第2期了，很多人从那边得到益处。其实我的理解跟牧师刚刚讲到一样，基督徒你观念改变了，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的祝福就来了。常常这些观念跟价值观跟一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愿意在神面前改变，祝福就来期待大家下一次有开课的时候，大家来报名好，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瑞平牧师来了，我说请他上台跟大家讲几句话啦，谢谢大家，好不好？来拍手一下，瑞平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在昨天这个封牧的礼拜就非常顺利的完成。那也谢谢大家在这个礼拜当中的帮助，以及在这个礼拜当中的代祷以及祝福。也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到富阳教会，跟夏牧师、谢牧师、跟每位长子同工，以及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在富阳教会当中一起来服侍，也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真的是建造一个合神心意，而且愿意分享，而且是有爱的一个教会。愿上帝祝福大家，也愿我们的神也将丰盛的恩典每天赏赐在每个人的身上，好让我们真的经历到神这样子复活的好消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来发生。再次谢谢大家。瑞平牧师祝福了我们要改一下称呼，我们说瑞平牧师我爱你，好不好？预备来。对，以后要叫瑞平牧师，你看他现在也就穿了牧师服了所以他就可以主持圣餐了也可以主持洗礼了。那希望大家爱他，为他祷告，让教会更加的宽广丰盛好，我们现在也要请我们的陈佑长老来颁发那个这一学期的奖学金了看在现场有没有学生名单来秀一下，来颁奖来。抱歉了，今天假日很多节目，来我们有没有秀那个名单？我们在场的同学有在到前面来，有得奖的到前面来不要客气这是你们的荣耀来，站到前面来，有没有名单？再秀一下名单。来，再来，不要客气，来。我们周报好像有名单了周报有名单，但是有的是第一堂已经颁发过了还有没有？你有得奖的在名单里面的有没有？来，照一张相。
现在由我来报告。我们看一下周报的第2页。我们下周是由主日学来整个教会的一些主持哦，因为下周是教会的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所以我们是由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一起来负责我们所有教会的诗会、敬拜，然后拿奉献这样子。所以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准时哦，才不会影响到那个整个后面的服事。然后我们看一下第4页的第3点，本会前任徐雅茹传道定于11月12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台北中会的淡水教会举行封牧的就任礼拜，他也是教育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恭喜！请我们如果有想要去参加我们许传道就任礼拜的兄弟姐妹，也可以跟教会报名一下，这样我们可以登记人数，让他们还可以事先的准备。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5页的第5点。因为我们第4季有蛮多活动的，所以请大家兄弟姐妹自己先看一下，尤其是第7点，牧师已经有报告过，就是12月24礼拜六晚上，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圣餐的联合的餐会。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第10点的第2小点，因为适逢双十年假，所以我们今天爱心午餐是暂停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第6页，肢体交通的部分的第1大点。富强周末的讲堂，欢迎10月23。富强讲堂就是邀请东林教会的社团法人台南市家庭关怀协会，岳全博总干事跟黄伯金主任来分享教会附设推动乐龄长照事工的甘苦谈。这是他们，因为他们教会有在从事长照服务的部分。然后以上，我们请牧师再补充报告。感谢主，今天有好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来做介绍哈。其实这位应该不是新朋友，是以前我们的神学生，现在在三支教会当传道的胡廷恩传道在哪边？还有吴怡慧姐妹，欢迎哈。廷恩传道穿回这个休闲服，看起来跟3年前一样年轻哈。感谢主啊！他为了昨天才参加瑞平牧师的封务，他其实跟瑞平牧师是应该同期的哈。不过他应该是明年才按牧，对不对哈？祝福你啊哈！大北3支怎样吧？3支啊，哇，要北海岸那边哈。刚好我们的许雅茹传道，要在11月12号礼拜六，要在淡水，哇，也都是风景区哈。如果有人想参加，因为太远道了，不敢勉强。但如果能够参加的话，注明一下，因为我们要回报他们人数哈，能够去参加。也欢迎吴怡慧姐妹哈来参加。第2位是王培云姐妹来我们当中吗？好，培云姐妹请起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培云姐妹欢迎你哈，欢迎你，很年轻哦哈。再来是我们欢迎潘燕月姐妹，还有赵丁翠，母女哈，欢迎，来，要送小礼物给你们。这2位要特别报告，因为这个是我们瑞平牧师未来的岳母，还有牧师娘，对不对？拍手。昨天也来参加瑞平牧师的就任式哈。不过他们都来住北部啦，很难得。现在是我们的客人，以后是当我们的同工了哈。欢迎你们，好，请坐，好，请坐哈。好，感谢主，我们这些新同工，我再一个小小的补充报告就好哈。我们周报里面有贴了几个图卡，有这个图卡哈。就是我们有这一张哈，这一张是我们的忧伤陪伴的这个图卡。那本来是要印夹周报，可能他会怕浪费哈，我们会传在 LINE 里面传给大家。就是说，你如果在附近的亲朋好友有人因为失去亲人，心中很忧伤的他们透过这个课程13个课程，可以帮助他走过这些忧伤哈。你可以推荐他鼓励他。现在是用网络参加。第2个也是一种跟我们家庭有关系，就是属于一种。你离婚前一种慎重的
一个考虑哈，慎重的考虑。它的名称在我们周报里面第6页哈，它是写说智慧的抉择在你离婚前，因为有人遇到婚姻的困难，怎么样靠着信仰来得到帮助哈。当然，幸福的家庭也可以看，因为可以帮助你去除去一些的不必要的干扰哈。这个图卡都在我们程序单都在我们楼下，欢迎有需要的可以介绍人来参加哈。那另外一张就是我们在10月19号礼拜3晚上7点半在灵粮堂，台南灵粮堂有杨道诺牧师要来主持一个祷告特会。我们教会很多人参加那个幸福就是我们的 RPG 祷告，就由他推动的，那是个很好的激励。他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以后要来台湾的机会就不多哈所以鼓励各小组一起带过去参加，带我们那个后尾寮那附近呀哈所以很近，欢迎鼓励大家来参加哈。那这个周报有1-2个消息，我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第4季重要的行程当中哈，有我们的12月24号晚上的一个全教会的联合庆祝这个聚餐。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时间留下来能够预备报名。下个礼拜我们开始要做一个那个报名的动作哈因为我们教会要统计人数了哈。那还有我们增加了一个节目，就是在12月25号晚上，我们要举办一个社区的音乐会也请大家预备心哈，带朋友来参加哈。那在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忙哈，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大家出入都平安。特别感谢主，我们的连续假日，但是很多幸福小组都还继续举办哈，很多很好的一个回应，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也继续为幸福小组的同工来做代祷哈。我们这样的做报告，好，我们来做结束，谢谢。颂龙，我们一起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请起立。唱完后，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默祷来避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祝福，祝你假日快乐，好不好？祝大家平安快乐。好，大家慢走，平安。